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：一暝泉头路，天光无半步。嘛有人讲，几暝泉头路，天光无半步。伊的意思是，一暝想规大堆的计划，过长工毋是无任何声说，就是做无落来，一丝仔办法拢无。因为伊无实际经验，考虑无够认真，也是讲，敢若知影坐咧讲，毋知影徛起来做。有人头壳内有真侪想法，若准无实际行动，遐个想法敢若是空妄梦。所以讲，也是一步一脚印才是道理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